埔乡位居屏东县客家乡的中心，为客家6堆中的后堆，是一个民风淳朴、风景秀丽、以农为主的城乡。由屏东区往南行，沿台一线来到内埔乡的中心地区。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具有客家浓厚的人文景致，以及历史悠久的名胜古迹。如果想要了解6堆客家儒释道的庙宇文化，内埔乡绝对是你不错的选择。内埔的客家文化真有特色，文化喺我哋客家人咧成不的長鋪，啲客家人講嘅話，到客家人做嘅神父，到客家人行通嘅行通，到客家人喺度木床，到客家人同人之間嘅一情簡單明了，都本人感覺到一啲客家人同外種冇同樣嘅素材，簡單樸實勤儉，對人嘅一情特地方嘅大家嘅微神清楚，感覺到一種舒服嘅感覺。儒教、土教、佛教、神教合一齊中下，係代表我哋6堆客家人嘅信仰嘅中心。民間信仰就按嚟層層嘅帶到每個家庭，所以喺內埔地區、喺6堆地區，每個客家人來要創下牙，來要拜牙，但係青島全國來遊行，來到有3間廟嘅前面一看到啲有客家人嘅廟，按有色彩嘅感覺。位於內埔市區中心，車水馬龍的天后宮，是內政部列為3級古蹟，也是6堆客家最古老的媽祖廟。6堆天后宮隔着一間觀音廳和昌黎祠相鄰，屋梁及石柱雕刻都很精緻，是由泉州白石整塊雕刻而成，展現了客家傳統寺廟的建築特色，一柱一石都刻畫下腳踏實地的精神。客家人來民俗保守，佢係時候會6堆啲人，佢係設計，佢係開飛，佢係藝術，你個做一個好對嘅批點，你個客家人嘅精神。與天后宮相鄰的昌黎祠，是全台灣唯一祭拜唐宋8大家之首韓愈的廟宇。昌黎祠是內埔鄉的學術中心，也是6堆客家人為鼓勵子孫勤奮向學的學堂。對6堆客家人學風的影響很大。今年每逢考季要參加考試的考生們，會將准考證貼在文公先師卡表，掛在昌黎祠兩邊的牆上，祈求能順利考上理想的學校。而一張張准考證都象徵了每一個父母及學子的無限希望，也成為昌黎祠一個特有的景觀。因為客家人傾向嘅讀書，還有可以對儒教嘅傳揚者。其實客家人就係代表儒教文化嘅傳統，小希望讀書，所以家長鼓勵子女讀書，子女也當然希望考到學堂裡，考到科技考試，所以都來要拜韓育，因為有文章寫到清楚，所以拜韓育考試就會考到清楚。當我哋客家長嘅人，能看到我哋客家代表一種傳統嘅精神嘅一種文化，能夠層層嘅打通人的情。一啲人我有啲見呢一種感覺，假設冇見，就會頭碰碰，喺台北，你頭碰碰，撩嚟撩去，跳跌到嗰起麻嘅。嗱，一張片不是同我講，唔一睇台北，參與到錢都冇用，唔當佢嚟設假鼓掌，層層嘅嚟工作，嚟努力，使到我哋嘅鼓掌咪一致好來。因為對一個台北城市地區，貴到一個鄉村，能夠使到城市同鄉村能夠結合起來。甚至讓我哋鄉村建立得更好，係我替代也一種想法。愛鄉愛里的鄭存仲，在離開家鄉27年後，回到內埔鄉美和村為民服務，成為屏東平原鄉土文化協會的終身義工，對內埔鄉的文化資產維護不遺餘力。而鄉里的觀光景物，在鄭存仲看來更是如數家珍，熱心的想與大夥一起分享內埔的文化特色。當你來到屏東縣內埔鄉走一趟，一定會發現客家人天生的個性簡單樸實，在建築的雕刻上表露無遺。只要用心來體會，你一定能滿載而歸的。